一大早，南庄的夫妇拿着还没洗的衣服来到洗衫行洗衣服。这已经是南庄妇女们的基本动作，因为在这里除了可以听听和说说八卦之外，吸引南庄妇女来洗衫行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那就是南庄的好水。南庄的好山好水真的是南庄人的骄傲。不过很难想象，40年前的南庄与现在的样子却是莫相拥了。南庄做台北东都炭矿炭矿呢佢因为佢采炭洗炭的时间流出来的水呢那几只河坝全都全部污真系印象最深的就日去河坝的时间，看到的就係污的河坝水污的河坝水冇辦法下去河坝去搞甚至講冇辦法去河坝作呢。这是南庄爱乡协进会的张爸。张爸说，南庄可分为几个时期，最早是黑龙江时期，代表的是矿业兴盛的时代。接下来是黄河时期，因为伐木业的滥垦滥伐，让台湾一来就造成土石流，土石流就是黄河，而这个土石流也让南庄当场变成了一片汪洋。自此之后，山林禁止砍伐，矿业也渐渐式微。30年间，南庄人口退减了一半，可是也因为这样，让大地重获生机，保存了大部分的后山后水。我记得我一摆我帶我同事去行生意來咧，南莊搞水是他也是河壩都搞水，生意是雙雙抽的。生意真有意思也是樹嗰個水是這樣子，那個船，我同事問我講，老大，你做嘛個樹那個水按做按船，我講你這個船看來，其實在用按船就水係甜的戴爸很骄傲地跟我们说，因为水很甜没有，所以桂花巷社区工作坊煮出来的咖啡相当的好喝。我们看着戴爸讲着南庄，脸上的神情只有一个，非常幸福。他说，客家人是团结的，不是排外；是爱乡的，不是封闭。他们说，故乡的人本来就该为故乡做点事，但这是比较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一点，戴爸跟我们说，其实办活动只是想找个借口与邻居同乐而已。不过看到他们认真为故乡规划未来的模样，我们知道他们这一群人绝对不是随便玩玩，他们可是来真的哦。對了狀態生意來講對自家家鄉的嗰種感情好像可能我哋無法感覺到，因為很多老闆要買看雖然配會講，但是最重要我不加比下講。你喺嚟多啲下來自家40兩歲了對於自家鄉有啲心態韓國自家去教育生意嘅輕重要。將來什麼生意從小我是來講嘅基本聽我講。我從小冇乜個好本事從小都睇冇乜好變，但是我最重要輕重要一點本事就快樂的童年你輕重要一點。因為這份對家鄉的認同感，愛鄉的南莊人正悉心呵護着他們的田園夢。協進會成立的10年來，將南莊的夢想一一實現，所付出的心力也將南莊人的心凝聚在一起，卻因此打開了南莊的觀光大門。但觀光人潮一來，問題也跟着來，許多遊客不懂好好善待南莊，協進會看不下去，組成了護溪義工隊來保護南莊的珍貴資產。他們花了2年的時間，才將河川生態漸漸挽救了回來。正如張爸跟我們說，假使那時候還沒看好那河壩屯魚的以後生意冇捱的時候生魚水河壩掉咗的，佢就絕對冇上心呢。講來南莊多啲看嘛，我特別為老人下介紹講，來南莊看嘛，看南莊的山呢，看南莊的山，看南莊的水，韓國呢來到南莊呢個地方係當作客家人的一啲所在，做得來體驗一下南莊客家人的人情，所以你講聽到來掌握了3點的吧，相信來到南莊呢，可以幫大家留下當時的一個印象，這樣對啦，還好。南莊的規劃方有這麼一群愛鄉愛民的人，一群團結的客家人，讓這個客家莊可以繼續看得到魚，繼續洗衣聊八卦，繼續南莊的好山好水。